由香港北上1小時，你估係一個點樣嘅世界？唔好以為深圳淨係得寫字樓同車水馬龍，陽燈背後，佢嘅夜生活早就玩出國際級水準，勁過你想象。我哋係深圳音穗商務公司，紮根深圳娛樂行業多年，睇住深圳日日進步，而家想誠意以邀請香港嘅你，一齊潛入呢股正能量，揾着屬於自己嘅機會。講真，我哋手上嘅牌夠晒硬淨，合作多家深圳商戶，從地道特色食肆、打菌靚店到高端娛樂場所，每一家都經過我哋精挑細選，質量有保證。多年沉澱，我哋嘅推廣模式已經成熟到冇得彈。無論你係慢粉藝人、網紅博主，定係想試下新領域嘅新進數人，只要你有想法、肯出力，呢度就有屬於你嘅舞台。今次我哋已經為你準備咗3重驚喜福利抵到爛。第一重，海量優質商戶任你揀，唔使你花時間周圍揾資源傾合作，慳翻時間專心搞創作。第二重，全程流量加持，我哋幫你推廣，等你嘅作品、你嘅內容俾更多人睇到、關注到。第三重，誠意滿滿嘅廣告費價分成，實實在在落袋，等你可以安心搞創作，無後顧之憂。講到底，只要你敢試、敢挑戰，我哋就咁支持你到底，為你提供海量客戶，等你賺得開心、玩得盡興。其實深港之間，從來唔止一條橋嘅距離，更係潮流同機遇嘅雙向奔赴。我哋熟悉深圳嘅每一寸脈搏，亦尊重香港嘅創作文化同節奏。呢度就係你擴展影響力、開拓新領域嘅最佳跳板。機會唔等人，影片底下有聯絡方式，我哋即刻為你量身訂做專屬合作方案，揾到最適合你嘅玩法同方式。記得點讚、訂閱、追蹤我哋，每日有更多深港好玩、好食、好賺嘅資訊，唔好走漏眼。